大家平安。今仔日风大雨其实足大嘛，但是阮邀咱要伫圣经内底，咱来敬拜咱的主。咱来锻炼咱今仔日的信息第248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有吟诗。救主耶稣我灵志。
各位兄弟平安，咱即点开始今日早下礼拜，咱请甲咱的手机仔关静音，请默祷1分钟。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接谢伊的名，日日宣告伊的救恩。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殿。即点咱来吟圣诗282首，圣诗282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告白咱的信仰。万幸上帝，万幸的操作应该比赛，万幸亚洲赢了，从人有力量，来自于现实打开，于城市打开自己，于天亮的人手，历史的戏满手东部，对上帝理想有多晚，你那自己的请坐，即点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来体验。体验文第一篇，体验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辱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无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心看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即点咱大家按落来祈祷。阮良阿宝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外口风雨真大，毋过主你犹原，互阮有火热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同齐来敬拜主你。阮感谢你，互阮一路拢平安顺遂。阮将阮头前的路，拢交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的亲自带领引带。教会最近有因为牧师、干事要离开的问题，阮需要聘牧，需要请干事。主，阮将一切拢交付伫主你的手里，主你一定会安排，属于阮南口教会的牧者甲干事，来继续带领我，互阮伫传福音的路上顶面，会当搁较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将阮教会所要做的事工，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由主你亲自来带领引带，互阮众会友每一个人拢会当有团结的心，共同来为了主你的教会的和平来打拼。阮也将阮有身苦袂疼的兄弟，拢交托伫主你，用主你的圣手亲自医治引带。阮所祈祷的无够额，阮犹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三角来祈祷。阮就今年的愿你的爱，你的光明法，你的旨意之下，你的历史以我的心平安快，下天要我，我要这个我的你所爱的东西，你的另外万年的爱，你帮我把你的梦吸收，在我心，阿门。圣经有记载两位，一位是伫
菲律宾第2章14节，因凡事无得硬后念，无得争辩；因凡事无得硬后念，无得争辩。我认为是伫箴言15篇第1节。温和的应答会互受气煞，讲话说服会激起受气。温和的应答会互受气煞，讲话说服会激起受气。咱即个来小段站立，有一位救赎主。
所来今仔日的讲道，咱请杨坤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凡所行的毋通争吵。然后我的 PPT 把它转过去。大家平安。对遮我无清楚，因我过去哩有讲过，总是即摆走第2对服务，嘛多谢对牧师互我这机会，咱分享上帝的话。今仔这2段圣经在我相信咱拢真熟，总是伫这2段圣经在内底，是通讲整个伫教会、伫社会，不是因为人喙齿的关系，所以造成着团体内底也起冲突。总是即个起冲突中间呢，真做基督徒的咱到底要掠啥物？真做咱的重心，这是咱一世人，无论你伫对一个角色内底，咱拢一直要学袂完的功课。今仔要透过这2段圣经要互咱大家来思考，既来行日。为何需要伫遐争吵？真做基督徒的你我，咱生命拢会有顺境，嘛会逆境，总是免互咱看到你伫生命内底有信仰，就是伫逆境的时阵，有我靠上帝；伫顺境的时阵，虽然困难，总是咱有感谢上帝。这个就是咱。基督徒对伫传福音，对伫社会，逐人去看咱的，咱敢会伫教会内哈利路亚，教会外还能伫遐游玩去请命。虽然呢，这要互咱学是啥物？其实伫这总读的腓立比书，你知伫腓立比书当时保罗写这张批信的时阵的背景是啥物？当时保罗伊面对受关押，因当时教会面对内外拢有挣扎，因为因伫外口有困扰的代志，内面呢摇把叉来查核。总是伫这个情形下，保罗犹原勉励当时的信徒，无论咱踮伫啥物的境遇下面，咱犹原来保持合一。保持喜乐的情形。即摆科技真厉害，其实你将你所有的文字全部整理好，放互电脑，今日图是 AI 帮我做的。老实讲，对我来讲，要叫我家己做安尼的图，有可能爱真困难。总是 AI 到底对咱伫整个咱伫信仰内底有啥物的一个足大的一个境界？其实 AI 伊是工具，总是这个 AI 物件，伊无路取代就是上帝创造咱的良心。所以透过做起来的这个多面加水，总是当 AI 如果有法度取代无这个话，你也是安尼讲话甲大屏幕，应该就免啊嘛吼。所以做目前，其实做目前20几天，我理想就一项代志。牧师伫双喜事的过程中，安那讲话吼，咱拢讲双事一定要讲好的，总是喜事咧，拢会讲喜乐的代志嘛。总是安尼，敢是真正是上帝爱咱学习的功课。我捌有一间情形下，就是因为你准备即个丧礼的即个讲道，总是伫内底除了方面，有时阵就是因为伫咱兄弟姊妹伊的生命内底，其实即个兄弟伊着啉酒啉到死，你讲要对上帝内底讲足侪好的代志，老实讲吼，我毋知要安讲，所以伫即个讲道的过程中，我着提到讲上帝的话。总是讲上帝话内底咧，有时阵就是亲像保罗伊面对教会内底
教会邀访者，外口都真侪人拢要将即块大块饼来摕去，那安尼呢？到底是教会要用啥物态度来面对这个社会？这是咱一定学习的一个功课。咱每一家拢去做选择，咱捌想过无？诚做大人的计划，你一工讲偌济话？有人讲过无？林长老，你捌讲过无？毋捌咯。啊，会帮我讲过啦吼。伊讲大人的一工起码讲16020人的话，总是伫即内底，到底是好听较济，还是歹听较济？到底是造就较济，还是拆毁较济啊？所以有我一个后老兄弟安尼讲，我一工内底呢，要困进一人来思考，今讲话到底是有帮助人，还是拆毁人啊？我有感恩无？还是我有时拢会卖啦？所以呢，咱着讲伫讲内底，就是到底是感恩济，还是卖较济？咱是建立关系较好，还是拆毁关系较好？所以咱会当来想，伫一工内底，咱有偌济对人的鼓励，还是搭者对某囝、对兄弟姊妹、对教会同工是去牧者，咱搭者卖嘛。现在伫即种天气咧，老实讲，其实我心内试我伫想讲，今日毋知风台教咧吼。风台教我心内想讲，咱南港教会毋知捌听过风台教无做礼拜无？敢有？毋捌嘛吼，感谢上帝。总是有诶教会真正为着兄弟姊妹诶安全，讲咱着用线上聚会，对毋对？我毋知对毋对啦吼，因为较早疫情诶时阵呢，迄阵就是逐种方法拢会当聚会吼，总是伫这过程中呢，咱较济是感恩，还是亲像讲天气遮尔歹，我若不是较车咧，老实讲行泰山来到咱遮，我一直选择讲我到底是要走过一条路，总是到落尾选的迄条路，嘛是拄着一条。我讲一个转弯啊，咱行红一台警察车挡伫遐，原来伫警察车头前一丛树，我已经拢撇落来。后壁车佫对了真近，感谢上帝，我写了有话，无拄蹦3台拢做伙连做伙吼。伫这过程到底要来有较好，还是希望感恩咧？有时阵咱伫工课内底，咱就共款，咱埋怨惯势啊。一个埋怨惯势的人，你要讲叫伊去上班会好，那是讲无简单啦吼。咱捌听过人来讲吼，你到底有洗喙无啦吼？听有即句话啦，业主。咱问讲你有洗喙无？表示啥物？表示吼，你的喙做臭的，迄个臭毋是真正是口臭的关系吼。有一句话安尼讲吼，埋怨呢，就咱亲像口臭安尼吼，机咧闻袂着别人吼，煞挡袂掉啦吼。所以今仔照着上帝的话，咱三工来学习啦吼。咱三工来学习，咱凡事真正毋通埋怨，会当行的时阵。嘛免遐真惨。咱昨知伫菲律宾苏当时保罗写即张课的时阵呢，伊迄阵表示真好过，因为着福音的关系咧，坐家到爱说坐家到倒毋是咱真侪政客讲去坐家到倒特殊待遇吼，对当时来讲伊嘛是政客敢毋是？总是伊无受迄个特殊待遇吼，伊毋是住伫5星级的饭店，伊是伫家家。面对安尼咧，即种环境下，伊竟然对我讲伫遐来阿罗上帝。当保罗伫解到菲律宾时阵，当时所面对的当初伊为着要赶出富贵负心的富人人结果无互人当昆定拍，反倒当安那，互人修理剥衣衫，甚至咧都用酷刑啦吼，
行活做你咧，行主叫你去做即件代志，结果做了真，互人感觉真好啊，总是安那，无互人肯定，反倒肯定吼，伊感觉会甲主讲，主啊，干安尼？你是叫我来遮吗？哪会变成安尼？反倒等真正有信仰的人，伊是伫无论伫境有好歹，伊犹原祷告上帝，因为伊真知凡事上帝掌管啊。所以保罗伊当时虽然面对安尼，伊甲伊的同伴犹原伫交到边仔祷告上帝。而且咱来想呢，当咱看代志，有时阵就亲像即个墨镜吼，墨镜所看出来的角度拢无共啦吼。你目睭所看到的，就讲你到底是看到啥物的情形？现在有的人特别讲看个这个一个建筑物，这是一个泥巴所做出来的一个墙名。总是也无共款，咱讲啥物？感谢上帝，我头伫遐坐伫等待时阵，我一直去看咱主堂即个建筑物。我看咱应该是嘛几60人啊，总是伫修建了，我伫咧想，这个啥物互你感觉这个建筑物互你会感恩呢？是硬体还是人？如果硬体就真可惜，因硬体有一天拢会欠费。总是伫这过程中，咱也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啦。就好比讲，有的人看到树，有的人看到讲看到真水的上帝创造的天的万物，包括这个日月星辰吼。所以环境无共，咱环境共款，咱讲无共的。就带来无共款的情形啦吼。总是一只互咱来参加学习的，就是当咱面对问题时阵呢，咱是莫问较济，也是犹原共款信靠上帝啊。莫问咱人看到的是问题啦，总是信靠人啊，看到是上帝互人的嘛。当时咱看到圣中。以色列人因就是上好的礼啦，照以色列人因伫即个旷野时阵，上帝透过摩西传出埃及，其实出埃及了咧，因若如果顺听，带头来听上帝引传，其实咯，因毋免行遐久啦吼，真正照统计，因11天就行会过啊，爱行有偌久你知影无？行40天啊！我来做一个统计，我刚才时阵做来统计，目前有40岁以下的举手，咱即场有40岁以下，前2个尔好。你是40岁2倍以上的举手，80岁以上的举手，感谢上帝，犹原吼，咱来即个中奖拍鼓啊一个啊，感谢上帝吼。其实是即个大雨天吼，拢是讲吼，长辈都要出门，不管伊行安怎来吼，表示的是啥物？表示的心是较稳的。无论环境安怎，伊犹原这些人属上帝，伊犹原要敬拜上帝。所以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进来，上帝犹原无放杀因嘛，上帝嘛用玛纳互人通食。用分条带因受保护，总是因为埋怨讲出来遮久吼，当时无麦当劳啦吼，总是当时感觉有可能想要食麦当劳的款啦吼，就遐讨嘛。总是咧，因为讨伤济，上帝有可能体会互上帝讲好喏，恁即阵毋知敢有咧人吼，就互恁生较久诶吼。所以，咱嘛来想咧，其实毋是上帝无能力啦。有时阵，咱伫困难中，毋是上帝无迄个困难带咱出去，是因为咱的内底足侪互歹甲咱引诱，互歹赢过，你会歹赢过咱的上帝。
有一个爸爸伊逐工工课转去到厝了就开始踅踅嘛，食这当然拢有进步。迄饭上了嘛，迄足咸的倒炒，把你关外口要跳时阵，倒到厝都看你一只足上无想要转来，总是有一天呢，当爸爸节咱早是爸爸节嘛伊即个查囝。老师讲父亲节爱来画相关父亲节的图画啦。你知影伊到尾画啥物？咱伫迄张图你看着，感觉中迄张图看着有共的所在无？即个老爸咧，伊讲要看着伊做大肠的学校做大肠的亲戚，看了真感动，根本要答应。查囝站起来讲，感谢咱活感到温馨。结果目睭用还讲，我倒无嘴啊！结果老爸问讲，我的嘴你倒无我画？结果这个查囝就讲因为爸爸大概拢踅了你若无嘴应该规家口会较好过日所以我无过来画嘴所以兄弟姊妹，那安尼。到底伫咱的日常生活、伫家庭，还是伫教会，伫咱的职场内底，咱到底是掠啥物诚多咱彼此相对待的一个方法？到底是用彼此相恋较济，还是彼此埋怨较济？其实，耶稣互咱有另外一个选择啦透过伫保罗伫腓立比书第2章的一开始就讲有讲到一句话讲，你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咱会想，如果整个的世界人内底上上资格埋怨，你若想上上资格埋怨，只有耶稣为虾米？因为耶稣伊无犯过罪啦，总是耶稣无犯过罪。到落尾，为着世间人，伊所互人定义当时上酷刑的死伫世界顶。耶稣伊互伊学生妹，耶稣伊互百姓行神行伫逐所在因需要难医治，总是所互百姓游玩。当前几工伫河山哈利路亚。过无偌久讲等于是一个，我这对 N8的典当来讲应该是最佳演员这年终是最佳演员通讲判若两人伫教会内底咧，伫公司内底、历史内底，咱有共款安尼就好，前一站欢喜甲因为无效果还是对一句话无点头，就开始骗起来，安尼这个关系到底好后歹所以，会当咱来想人会当埋怨，总是你的埋怨爱有理。其实耶稣真正会通埋怨，总是耶稣并无安尼选择耶稣伫世界顶无埋怨一句话，耶稣讲一句讲啥物？虽然讲耶稣伫十教7言，总是其中有一句耶稣讲啥物？他说：“爸啥物？当啥物若济咧，听到济，啥物若济关系到咱来哪好，这就是问题。耶稣所发现在另外一则伫经验内底智慧文学，互咱看到，其实咱有时讲要互一个捌福音的人。来读圣经，你会使先按对底读。有人讲诗篇上好读，有人讲真言其实诗篇甲真言拢出歹读的，毋是你所看遐简单的语感顶摆的语句尔，毋是乌白遮尔简单，咱上去做2分法的选择。更重要是，真正是迄个实践。
毋是单嘴讲。有即句话有可能咱若咱久即个信徒拢捌听过，讲天乌噜噜吼，啊，定个讲啥物？专怪啥物？即句话互我真紧感哈，为虾米咱专怪教会长咧教牧师吼？做牧师规世人拢用喙齿服侍嘛，总是做牧师也是做教会也是姊妹信徒，咱若来用喙服侍，结果生命无真正实践信用，安尼命互遮个厝内无信的人，也是互遮个厝边安怎看讲恁这路教的捌听过嘛吼？你这路教后壁一句都歹听话啦吼，咱中国拢捌听过吼。毋嘛，毋是安尼，咱反倒转来，着爱亲像信用爱亲像连母母共款。我有两个孙仔，做职工即两个孙仔真趣味。因老爸老母拄到无钱，栽培因一个17岁，一个14岁。即个17岁，即摆伫美国伫拍迄个 U16。伊代表伊读迄个高院工商，代表国家去打 U16。总是咧，当我看伊细汉开始念的时阵，我是讲我感谢上帝，即个孙仔原本是救袂我，为啥救袂我？你知影无？即个孙仔1岁就得到一个一般人讲应该医袂好的一个癌。啥物人我就莫讲，都因为安尼搭车用搭治疗，所以我知影伊安尼的时阵，我无去跟伊人讲，我讲哇，安尼是要安怎？总是我看即食药吼，咱想去食糖你共款，足紧嘞，为了食药食做饭吼，因为爱治疗，食药咱想食糖呢，到后尾咧，看安尼3bil8无3百，总是咧。有一摆，因阿公对我来，我顶悬咧叨叨，讲安尼即个孙仔安尼要安怎，总爱互伊伫，以前都无讲嘛，无互伊有伫即个有生之年吼，互伊有一个兴趣。当时因阿公就无迄种摕篮球、行业खे啦，खे的煞无，即个囡仔拢真有兴趣，开始就按国小体育班、国中、高中，即摆伊代表国家打 U16，过程中呢，老实讲，伊球满侪咱所想袂到。你也是一个运动员，你就知，咱拢看标题，讲哇，即个伙伴遮简单，伊打迄个伙伴可能连甲你咱无路相像。总是为虾米讲到遮？其实咱的信用项这共款，你也无练咧，犹原咱无度进步。讲到即个妹妹咧，即个查某孙就更较趣味。即个查某孙吼，伊无啥要读册，总是逐摆人讲着讲吼，来我们来跳舞。哇，他跳舞好像是浑上的生理像哦，天生的舞蹈胚子就对啦吼。所以伊伫有关跳舞的训练，即摆虽然是国2、国3，总是咧，有机会已经有参加比赛，叫啥物我都毋知吼。所以对咱来讲咧，咱若伫信仰内底，咱无去练，无练到位，就无落产生迄个结果。所以，咱来问一个问题：主要是福音对咱来讲是啥物的情形？咱捌想过无？其实做福音毋是改变别人啦，做福音是先改变咱家己。当时共款伫无好的环境内底，但别互因共款。特别当时面对扫罗大伊追杀10几冬，其实特别伊足早就有机会来杀死即个扫罗。有人来讲，上帝已经将扫罗交伫你的手中嘛，总是当时大体安尼选择，伊无安尼选择。
但比如讲我毋敢，因我毋敢亲手去抬上帝耶和华所画的王，所以代表伊并无用掠了机会，就决定来开始对赛10几冬的即个扫罗，反倒是因为伊的敬畏，扫罗尾上帝拣选伊来带以色列人。所以呢，姊妹，有时阵呢，咱真正得胜是啥物？咱捌想过无？咱真正得胜，毋是拍败敌人啊，反倒当咱上大的得胜是管好咱的嘴，咱上大的得胜是，互咱无倒互你别当来迄个怒气影响着去做代志做选择，特别伫会议内底会议内底，老实讲，咱知就拢真知会议内底有时阵其实毋是对啦，是迄个真正起舞室内底信仰团体如果是伫一个起舞室内底，这就毋是上帝所爱。所以我上帝帮咱转来伫团体，其实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小教会。教会爱有一个稳定流传的所在，其实家庭嘛是共款，互家庭甲教会诚做稳定流通的所在。有人讲家庭伊毋是水好歹，重点家庭是一个彼此了解、接受上帝恩待的所在。所以，互咱会当重新来想，咱要安怎伫厝内互咱的关系，不管是伫教会大家庭，还是伫你的职场，还是咱的小家庭内底。现在咱有时阵呢，咱会看重做一代志，总是讲有一天你愿意将你所看重的先放下，换角度来想。我如果我逐天看着我的同事，看着我的同工，看着我的某囝，大家连对大家讲多谢、歹势，我爱你。当你也有对你的嘴讲这3句话，我就想，冰都可以融化。总是有时阵这3句话互咱这个民主比生命较重要，所以互这3句上简单的话讲袂出嘴。咱爱从细所在开始来改变，细所在其实就是上大所在，就是咱个人。个人要改变其实足困难，个人除了互上帝，就亲像当时上帝光照伫大马士的这个速度。当咱互上帝感动，咱毋通当作讲爱是真自然。其实信仰内底较重要毋是你做偌济，信仰内底较重要毋是你服侍偌济、奉献偌济，信仰内底是咱的家庭古迹的人中间人看到你，人对你的第一解印象是啥物？迄个印象包括。当你知影一个新的慕道友，还是新的即个头一间到会的兄弟姊妹，我毋知咱家有新来无你知伊要安怎决定，伊要来第二届嘛？有3种足重的观点。第一点，伊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环境有感觉有欣赏伫这个所在聚会无？第二个所在，伊来时阵，包括整个伊要到离开，有人甲个互动，迄个互动是表面的。第三，陆续有人继续关心你无？如果到我这3点做无够，都当偌优秀的，人讲大财留不住在教会的这个大庙里啦所以，互咱来想，教会其实毋是
毋是当讲道理尔，教会是实践听的所在，家庭嘛同款。咱爱毋是为着你的自尊，为着咱的民主，为着你所认为的对，但伫啊真的你死我活，较重要是咱的学耶稣，凡事成往天，仰望主，看上帝，阿妈要以即件代志来带咱启示。所以耶稣伊是充满恩典、有真理的一个独一真神。虽然姊妹，当教会即场家庭，咱也有即个听流通、恩典流通的时阵呢，其实咱就会无共款，安那无共款，咱会埋怨、变少、祝福变济。天天做主的话就少，反倒鼓励话济，少真惨，较济个我为你祈祷，迄为你祈祷是嘴尔，是真正。阮即摆有一个回报，伊的祈祷是提名带导，迄个提名带导有想讲做啰嗦啊，过当你祈祷你互人去带导摕着你的名时阵，你会感觉你的心做有力量，就差做济。结论来讲，前几仔有一个牧师有人问讲，教会上大的见识是啥物？你知影这个牧者安怎回答？这个牧者讲毋是教会偌水，毋是遐教会的敬拜偌好听，是教会兄弟姊妹敢有彼此相听。今日无论你伫啥物角度内底，啥物职位内底，愿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也是耶稣，愿事互上帝来带，互咱真正伫地面上行做光，行做盐，会对即个社会，对即个厝边才有正面的影响力。求上帝互咱的目睭反倒同世界活出感恩的生命。如果咱一直看环境呢，其实咱只有埋怨，所以咱还是仰望主耶稣的世界，咱就感恩。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尾。有一个宣老师伊到非洲服侍足侪人，有人问讲，你搭遮戆啦？足侪好所在，足侪正较互你看开的所在，你搭无要去？你搭选择一些所在，你捌去过无？伊安尼回答，伊讲，如果我一直看环境，我一定会埋怨，总是当我目睭伫客咧。我仰望主耶稣，伊安那为我死，然呢，伊伫做任何服侍，伊就感觉其实伊所做有限。愿主祝福咱，互咱若较教会伫大厝内底真正通做时阵，咱就做比讨论较好。讨论这其实无一定是益处啦吼。其实偷讲一个小秘密，我做长老会牧师到哪去总会当参加2届，我做不爱参加这种描述的，我感觉有时阵，迄是政治环境、教会政治环境，有需要这种人用着，总是有时阵呢，也用较侪时间用讨论冤家的时间，真正去传福音。那安尼我相信，你厝边仔的人足侪。和你共款，享受上帝的恩典较听，咱是甲你做日子，相爱祈祷。所以感谢你努力，因为你会听教养原因，因为你家己真做见证，阮人知你都为着阮伫世界顶死进前，你嘛无败坏，你只有你会听白讲，爸啊，谢谢你。
我想着，互阮学习，阮嘛当坐坐下面，互阮真正阮的嘴诚做是一个造就传福音的一个出口。咱甲教会伫上帝你带领兄弟姊妹同工到未来的或者真正的永恒看主耶稣的时间，我相信阮倒来所传福音的工作会无共款。祝阮团队，无论阮是伫啥物岗位内底，阮真正用大家感恩的心，用合一，用三听来，互主你的荣光、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临到伫逐所在。愿主听阮的祈祷，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基督来祈求。阿们。即条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念圣诗313首，圣诗313首，请咱起立来念全首。欢迎你哈！坐下来，我来报告。刚刚的事项，请咱家己看。聚会人数，请咱家己看吼。再来本会消息，小会定伫8月23号，礼拜日举行圣礼典。若有兄弟咧受洗的，请牧师也是干事来登记，方便咱安排以后真理的课程。第二，恭喜杜文心姐妹，就是林恩宇兄弟的太太吼，伫8月初4平安生产，母囝拢平安。
会当为着因新家庭关怀的模式的调整，诚恳邀请新家庭关怀东工小组长甲团体会长，希望是8月23日礼拜中到12点到12点半礼拜后日1号礼拜堂参加新家庭关怀模式的调整的说明会，大家做伙来了解调整的方向甲未来的规划，并且咱大家把这个时间留落来踊跃参与。第四，咱的刘成文牧师伫9月初6礼拜二晚到9月要举行第10任的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本会圣歌队伍受邀请咧献诗吼，9月有要安排2台游览车参加，先路参加，欢迎兄弟会当向干事报名，名额有限吼，2台游览车满就截止吼。也是咱会个人家己私下坐车去，伊啊坐车嘛是方便啊吼。第5，本会咱的干事伫9月底就要离开吼，感谢咱的英姐吼，遮侪年来的服侍、援助纪念甲带领，小月也展开咱的干事人员的招聘甲聘任的作业。嘛，咱大家兄弟姊妹，咱嘛当为着即件代志来关心甲在倒。主日学的消息，咱的成人主日学伫礼拜三吼有 A 班的德牧师，伊的课程是文体甲宣教的理想。B 班有李宗龙传道，伊要讲万米的起源，迄个古今从创造俗事甲创世纪的第1章、第2章的儿童吼，上主要是咱的儿童主日学。嘛，咱厝里若有兄弟的囡仔，也是你的孙仔吼，拢会当带来同齐来主日学参加吼。咱即摆主日学有重新的一个团队在运作，咱伫即礼拜的主题就是讲故事，也要带领囡仔来认识上帝，看重，毋是外表的表现，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心。而且咱的逐礼拜拢有无共的主题，无共要教囡仔的物件，希望咱会当自细汉来培养囡仔的信仰。即点，咱来奉献，请主下来担当。
该读今仔日的经文，伫正月25章11节，咱做伙来读2遍。讲话合意，亲像一个红果下伫伊的麻啊。讲话合意，亲像一个红果下伫伊的麻啊。咱做正来吟上扬，上扬507首，上扬507首。上帝对你的祝福，咱恁就凭着上帝，互恁的关闭甲恩典对正出去，互你进入人群中间，甲因分享上帝的听，搁因为恁的好所行，管这讲造就的话，互因愿来明白福音。我将你交代送一体做上帝的亲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希望上帝的听下。性情的夫妻相当甲认真，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到因世代保证。